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南市长黄伟哲拍这个蜀南永生记，推销台南的景点。嘉义的六卡乡最近嘛，因为另外一部的电视剧《永桥柑仔店》来带动在地观光。看了电视剧专程来的。对。从哪边来？从苗栗。电视剧《永桥柑仔店》在嘉义六卡乡拍片，不少民众拢来这旅游。嘉义县府嘛举办音乐会，希望透过电视剧影响，促进地方观光，也阁有支出。你别出来啦！花是小鹿永生记，陈嘉玲的故乡台南后壁。遐就迄个处女养成记陈嘉玲因兜啊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伊嘛来行销台南景点。高，手放平。陈嘉玲细汉时阵不爱读册，伊的学校就是后壁树人国小。我要认真写字，不然就会像小陈嘉玲一样被打。市长除了用功写字，嘛发挥伊的专长，就是来到和兴冰糕店吃冰。你看哦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陈嘉玲上千过这间地色嘞，伊嘛一路追过来。景物依旧，人事已非。我不是蔡永生，陈嘉玲也没来。作为台南市的大家长，当然去蹭一下了，不是为了个人去蹭，是为了推展台南观光。小鹿永生记甲永桥柑仔店，旁行台南后壁，也有嘉义六卡乡，或者地方真做上热门拍卡的景点。